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我哋為你帶嚟最新、最真嘅新聞及時事分析，深入全探討。夏海俊，香港議會案72歲哥哥今朝被國安帶走，警方國安處近期又再有行動。喺10月9號朝早，通緝人士夏海俊嘅72歲親哥哥被國安帶走去將軍澳警署協助調查。呢位哥哥唔係被捕，但就要配合國安做查詢。夏海俊係邊個？60歲嘅夏海俊，90年代已經移居去台灣，係香港其中一位被國安處懸紅20萬通緝嘅指明潛逃者。警方話佢今年3至6月期間喺境外參與一個叫香港議會嘅組織，仲搞咗場咩公投選舉，意圖搞所謂自決，涉嫌顛覆國家政權。而根據警方講法，香港議會係非法組織，搞呢啲活動已經踩到國安法。國安處做咗咩？7月25號，國安處一次過通緝咗19個人，話佢哋喺境外籌組、成立或參與香港議會，全部涉嫌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。而去到8月，保安局再將其中16人正式列為指明潛逃者。當中就包括夏海俊。政府話會對佢哋做以下限制：禁止提供或處理資金，撤銷特區護照，暫停董事職位，同埋其他資產限制措施。點解拉家人？其實唔係拉，而係帶走協助調查。唔止夏海俊家人，之前都有其他潛逃者家屬被帶走。8月28號。林千禁個爸爸俾國安帶去大埔警署。9月11號，吳文君個阿爸去咗上水警署。9月16號，侯忠宇阿媽去咗荃灣警署。有人仲公開話要割席斷絕關係，而到今次，輪到夏海俊個阿哥喺10月9號朝早被帶去將軍澳警署。成個過程幾個鐘，去到11點左右，夏哥離開警署，冇被扣留。最新形勢，警方話，自從去年7月起，已經超過50名潛逃者嘅親人、朋友被邀請協助調查。呢個舉動被外界解讀為，就算人唔喺香港，國安都會查到屋企人。同一時間，香港民主建國聯盟案都有新進展，有15歲少年已認罪，案件牽涉分裂國家、網上活動、國旗、軍事訓練等。警方形容案情相當嚴重。夏海俊60歲，喺台灣被懸紅通緝，涉香港議會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、搞自決公投。哥哥72歲，10月9號被國安帶去將軍澳警署助查。之前至少6位通緝人嘅家屬都被帶去警署。國安已經揾過50幾位家屬、親友查問。如果你唔想錯過最新、最真新聞及時事分析，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，撳埋鐘仔，第一時間掌握全球政情動態。多謝收聽。